即係揾個大力少少嘅人用力推埲牆，都有機會跌落去嘅。管理處叫我話你搞大件事佢啦，等社會關注你哋啲屋係咁嘅樣嘅，因為好多屋苑都係咁樣嘅。房屋局睇一步做一步。林生喺呢棟大廈住咗27年，8年前裝修個單位之後，發覺牆身滲水，上天台一睇，發現大廈內外牆都有裂痕，外牆嗰條裂痕仲一直延伸到佢單位外面，一到翻風落雨，個單位就會滲水發毛。你有冇上過房屋局？冇打電話。到我上一年就打去房屋局，咁對方有冇話幫你開 file？都係話同管理處聯絡，跟住佢又覆返我，你哋最好就咁樣搞大件事啦，等社會知道有件咁嘅事發生咗，令到其他屋苑可以受惠咯，大家互相推扯咯，互相拉扯咯，一個推一個咁咯。全部買重責保險啊，外牆嗰啲，試過跌石仔落去㗎，因為即係揾個大力少少嘅人用力推埲牆，都有機會跌落去嘅，因為你見到條裂痕係好犀利。我哋打電話俾大廈嘅業主管理委員會負責人許生話，要等房屋局出咗檢測報告，分清係邊個嘅責任，至可以維修。佢都未答到我哋啲嘢，講咩？房屋局係最大戶係佢哋24個單位，咁你房屋局唔幫我哋跟進，邊個去跟進啊？未出報告嘅管委會又唔肯定嘅，管理公司唔肯定嘅，坦白講呢個就係一啲處理個案一直咁拖咗去。街總程主任又話，有業主等足8個月至等到檢測報告，佢建議當局要諗辦法加快檢測進度。咁政府提供一啲專業機構，譬如業主自發揾啲機構幫佢做檢測，咁唔使下下等政府出報告。舊樓日久失修嘅問題喺澳門相當普遍，如果當局唔加快有問題樓宇嘅檢測進度，咁大廈維修保養工作恐怕一拖再拖，咁呢啲掛喺市民頭殼頂嘅都市炸彈，亦都只會越嚟越多。